依家珠海啲別墅都頂唔住啦，200萬咋就可以擁有咁大有天有地嘅別墅啊，仲送埋2個車位添啊！你覺得抵唔抵咧？而且咧，嗰個人士仲可以咧俾15% 嘅首期，即係30零萬就可以擁有呢一套別墅啦。啊，咁你睇下呢個花園非常之大㗎，平常時可以喺呢度種花花草草，幾適合退休養老嘅地方啊，係咪？咁我哋依家事不宜遲啦，帶大家上去睇睇裏邊嘅格局先。Let's go！ 嚟睇下你個屋企。其實咧喺呢度買翻一間俾爹哋媽咪住咧，孝敬父母喺呢度退休或者係度假都非常適合嘅，因為呢度嘅地段咧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第一，老人家退休咧嗱，周圍咧5到10分鐘之間咧有3所大型嘅醫院。第一個3甲醫院，第二個咧就係中醫院，第3個咧就婦幼醫院啊，為你嘅身體老人家保駕護航。咁仲有一個生活配套亦都非常之方便嘅，萬達廣場啦，同埋我哋嘅招商花園城啦、大信新都會啦，平常可以喺呢度 shopping 食嘢，非常之 OK 嘅。咁仲有5大公園啦，鳳凰山公園啦，同埋我哋嘅濱江公園啦，啊等等。都係喺我哋嘅附近，食飽飯可以散步嘅。你睇下呢度嘅房間都係四四正正嘅，2面採光。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咧，上去睇下3樓嘅。3樓一共有3個房間，咁上去睇睇先。好啦，依家嚟到3樓啦。3樓咧呢邊有一個特色嘅房間，非常之 OK 嘅。哇！你睇下呢個景觀，一望無際嘅，啊，全部綠化。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做房間啦，又可以做茶室啦嚇，功能房嚟嘅。咁呢邊就係洗手間同埋衣帽間啦。跟住呢度咧就係一個會客廳，跟住裏邊咧仲有一個房間。哇！呢個主人房真係正啦，成80幾個方啊！你睇下。非常之大，裏邊衣帽間同埋洗手間。跟住我哋而家咧上去睇下呢個天台。而家咧天台咧仲係裝緊修嘅，簡單睇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成個過程，包括從1樓到3樓嘅同埋天台嘅啊，都已經拍攝完畢啦。你哋覺得點咧？其實咧，我個人覺得咧，即係咧買翻嚟自己度假同埋退休非常之適合嘅啊，因為呢度個配套完善，再加上呢度全部都係現樓啊，辦完手續就可以即時交樓噶啦。咁有朋友嘅需要嘅喺下邊連接入到我 WhatsApp 私信我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睇睇。